4月18號，32歲知名唱作歌手嚴爵喺社交網上曬出咗一張喜帖相，並且開心咁官宣結婚嘅消息。佢講到：謝謝你們。話語當中除咗感謝粉絲之外，亦都感謝圈外嘅女友，俾予佢一個完整嘅家。喺曝光嘅喜帖相上邊，唔難睇得出兩個人嘅結婚日期係喺上個月嘅3月14號，而且仲有獨特嘅數字意義。另外一面就係嚴爵甜蜜咁樣單手攬住個老婆，溫馨個樣令人羨慕。愛就係嫁呢，一齊變老變肥。其實月初嘅時候，兩個人就曾經有現身過。當時嚴爵就帶住老婆前去觀睇師兄嘅5月天演唱會。當時兩個人唔理旁邊嘅眼光，除咗聽歌之外，亦都係現場掃咗起恩愛。當時就被問及幾時結婚嘅時候，嚴爵仲腼腆咁樣表示：快啦快啦！結合而家嘅官宣嚟睇，嗰個時候嘅嚴爵其實早就已經係結咗婚噶啦。近幾年嘅時間，其實嚴爵已經係好少現身幕前。究其原因，其實係佢同前任小白之間嘅嗰段戀情。據悉，當年嚴爵被爆出劈腿嘅傳聞，由此就導致咗分手。不過呢件事之後陷入咗羅生門，到依家為止，具體嘅情況仍然都唔了解。不過嚴爵亦都係因為咁樣而退出咗幕前，並且成立咗有如圖影音。至於嚴爵嘅老婆，亦據爆料稱係一名台大畢業嘅高材生，原嚟從事金融行業，後嚟跨行到音樂產業。大約係喺19年底嘅時候被爆出戀情，就咁樣之後兩個人就一直高調咁樣拍拖啦。去年嘅時候更加係被直擊到一齊參加環島活動。其實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曾經嘅一段令人印象深刻嘅戀情，只係因為其中包含其他原因，繼而導致最後嘅結果都係離別。咁樣就證明咗我哋仲未遇到另外真正嘅另一半。